拄的时刻，主愿恳求你的信心，即时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主啊，你掌管阮，也带领阮，互阮今仔日伫礼拜中会当甲你相拄。主，阮嘛要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主无论阮担任什么款的职分，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互信心来引带，互阮所有的人放落家己。得到信心的引带，加做一个人，会当将你的变事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会当来调记你。主，阮恳求你的信心亲自引带带领阮，也祝福还未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引带因的脚步平安到伫阮的中间，互阮同心献上礼拜，互主你来欢喜。主，恳求你搁一摆帮助阮，安静阮的心，来陪伴家己，来迎接你。主，阮要将阮今仔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求你掌管带领阮。阮伫主的面前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着趁上主找会到的时找求伊，趁伊伫身边的时求救伊。邪恶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会怜悯因；着归向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51首，贺罗上帝。圣诗51首，圣在，圣在，圣在。请坐，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无受任何阻挡，互阮每一个人拢用活泼的心神，带着健康的身体来到圣殿，互阮做伙组织来敬拜你。恳求圣神，这个时阵降临伫阮的会中，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做工，互阮会当真真正正、确确实实甲主相亲近，互阮会当感受着主你甲阮同在，令你的神来感动阮、鼓励阮、安慰阮，因为阮中间阮有兄弟姊妹，可能伫过去的日子中间拄着挫折。失志、闹气、忧伤、病痛，互阮感觉无助。阮只有会当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向你祈祷，求你来安慰、扶持、坚固。阮中间有人伫生活中也真得到主你的恩典，互因一真顺利。因抱着真欢喜、快乐、得条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也愿你来接纳。
祝愿对大家都无共款的人生的生活的经历来到主你的面前，但愿拢坐伫主你的圣殿的内面，愿享受主你甲阮同在。伫即个中间，主你要赏赐平安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用平静安稳的心来敬拜你。阮独独要尊你做大，阮独独要听你的话，阮独独要遵照你的教示来行。阮要互你的神得到欢喜，阮要因为主你的欢喜，阮的心就要得到满足。主，这个时阵，阮要孝念阮的教会所设立，阮今仔日做阮的宣教的纪念主日。主，阮双年教会111年伫这个所在，得到上帝你世世代代你兴起你的工人伫这个所在来做工宣教。互阮无论对幼儿细囝，互阮对青少年、对壮年、对老人，互阮的宣教的事工无停止。主你拢知，因为是圣神你亲自来竞选人来进入你的国度，阮只不过是照着上帝你的安排，你就将得救的人下伫阮的身边，互阮来陪伴因，互阮陪伴因来同走天路，互阮来行主你为因所排列头前的道路，互阮会当用阮的生命的见证来遮的无道的兄弟姊妹来做见证，互因会当体会到伫主内面真正的平安甲满足的喜乐。主，阮来信你，毋是要为着伫物质上会当丰富，互阮会当得到好名声，伫社会上有好的地位。主，阮来信你，是因为阮本地就属于你。阮应该爱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尊主做大，互阮会当存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互阮的心因为敬畏你，就要得到平安甲满足。主，恳求你来引带双年教会，互阮的会友、兄弟姊妹、牧师、长职，阮的同工，阮做伙来领受对上帝来的召命。互阮也会当顺趁着圣神的感动，做主你所差派的工作，来引带人来进入伫上帝国。互阮会当成做北台湾宣教的基地，也互阮会当将福音来向阮台湾的同胞来宣扬。阮渴慕上帝你的真理遍传伫即个土地，伫阮的国家。互即个国家会当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国家。主，阮要为着台湾来祝福。虽然阮还阁有9成以上阮的同胞也无认捌你，也无敬畏你，却去拜其他的神明。主，阮的心因为安尼来忧伤、来痛悔，因为阮做了无够。主，你差派常常来感动阮。差派阮去做工，总是阮有时常来提示。主，恳求你搁一摆，互阮会当有机会来做主你差派阮去做宣教的工。主，阮知影，你留阮的活命到伫今仔日，是因为主你也要搁用阮。主，恳求你清起阮每一个人，互阮会当成做圣洁的器具，互阮会当互你来使用。求你怜悯阮，互阮软弱的器具，因为主你的充满，来成做勇士，来成做坚强，来成做堪用，成做圣洁的发宣教的器具，来有利益伫阮全台湾，会当归向伫主，成做主你所祝福满满的一个国家。这时阵，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
这时阵，请来交托启应文19篇，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19篇，也就是诗篇95篇。来啊，咱就向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这时阵，圣乐队要引带咱来学到上帝，因所要吟诗是听，无比这个较大，请咱用咱的心，甲圣乐队做伙来学到。是。
这时阵，我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到17节，伫咱现代台语汉语版110页，现代中文译本伫旧约的部分72页。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摩西应讲：以色列人未相信我，嘛未听我的话。因会讲，上主毋捌对你显现。上主对伊讲：你的手举什么？伊讲：拐啊。上主讲：甲拐啊迄点涂骹。摩西一个甲拐啊迄落涂骹，拐啊就变做蛇，伊就闪走。上主对摩西讲：伸手抓蛇尾。摩西就伸出手去抓，蛇就伫伊的手里变做拐啊。上主佫讲：我互你有这款能力，是要互以色列人信上主因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有对你显现。上主佫对伊讲：手伸入去衫内，伊就甲手伸入去，手一个伸出来，手已经治严重的皮肤病，白亲像雪。上主佫讲：佫甲你的手伸入去，伊就佫伸入去，手一个伸出来，皮肤已经复原，甲规身躯的皮肤同款。上主讲：因若毋相信你，嘛无要相信第一个新约，因会相信第二个新约。这两个新约，因若拢毋信，佮毋听你的话，你就对尼罗河舀水，倒伫涂骹，遐个水就要变做血。摩西对上主讲：我的主啊，我毋是够讲话的人，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嘛是安尼。我是喙舌钝的人。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什么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金还是失明？兼毋是我上主。当你着去，我要使你口才，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摩西讲：我的主啊，求你派别人去。上主对摩西发生气，讲：利未人亚伦兼毋是你的兄哥，我知伊真够讲话，现在伊来要接你，伊看到你心内会真欢喜。你就将应该讲的话交代伊，我会使你甲伊口才，佮教恁做应该做的事。伊会替你对人民讲话，伊做你的代言人，你亲像伊的上帝指示伊应该讲的话，你就拿这支拐啊来行神迹。以上是上帝的话。这时阵，四小莲牧师要传讲信息，伊的题目是：你手内摕的是什么？请咱用安静心来领受。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宣教主日。所以，伫等的礼拜中，牧师要带大家做伙为着教会儿少牧区的团宣队，要来做查恳甲祝福。通过教会设立宣教主日，搁一摆提醒咱，宣教哪亲像军队的烧战，毋
那只是有đoàn宣隊成員，要佇遮來接受差遣甲祝福，要踮佇宣教傳福音的第一線。這也是咱今仔日每一位參與禮拜你甲我，也要做伙來領受宣教的差派甲祝福。互咱毋那為着參與第宣隊的兄弟姊妹獻上祈禱關懷，才支持以外，閣較愛加上咱佇生活中有美好的見證來榮耀上帝名，通互咱每一個人佇屬靈的戰場中，無一個人是缺失的。要講道前，咱做伙來祈禱。聽阮的主上帝，阮感謝你，佇主日的早起，阮來到你的面前。信心上帝，阮歡迎你來進入阮每一個人的心中，掌管阮，互阮講的甲聽的，攏會當得到利益。阮將以下時間交佇主的手，祈禱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今仔日的聖經記載，佇曠野40年。過着各樣人的生活，徹底改變了這位埃及王子。當上帝佇刺迫甲火焰中呼召摩西時，伊有濟理由來拒絕上帝。佇出埃及記第3章11節、13節，摩西已經拒絕上帝2擺。佇今仔日的聖經出埃及記第4章一開始。摩西伊閣想出一個理由來拒絕上帝。摩西應講：以色列人袂相信我，嘛袂聽我的話，因會講上主毋捌對你顯現。摩西伊積極想要證明，現在我是一個啥物攏無權勢、無地位、無資格，閣較無能力。摩西想要找出濟理由來拒絕上帝。上帝啊，雖然你真厲害，但是我真正無法度。上帝啊，你講的迄個代志吼，對我來講太困難啊啦。上帝啊，當摩西想要繼續講的時，上帝甲伊打斷他，對伊講：你的手也啥物？你的手也啥物？請兄弟姊妹。這個情景，咱有感覺真實無？是毋是咱也捌親像摩西同款，想了濟理由去拒絕上帝愛咱去做的代志呢？閣無的確，咱也感覺家己真袂堪的，資格無夠，能力不足。但是這個時陣，上帝也要對你講：你的手也啥物？你的手也啥物？請注意，因為使用咱人手中有的一切，就是上帝完成事工的方法。在俗世世界中，雖然人攏憑着家己手中的本事來生活，不過在屬靈的世界中，上帝也相款用人手中有的一切，來完成伊所交託的事工。就算是人的手中有的，只是非常非常微細，或者是小小的文書，雖然互人看輕，但是將伊放佇上帝手中的時，就會發揮咱想象袂到的效果。所以上帝提醒摩西：你的手也啥物？你的手也啥物？這句話是要互摩西看見，原來家己毋是啥物攏無，也毋是一無是處。原來佇家己的手中就有各樣的乖啊！煞只上帝愛摩西將手中的迄個乖啊ฮ็佇塗骹，伊就順服將手裡的乖啊ฮ็落去，這個乖啊馬上變做一尾蛇。摩西看到乖啊變做蛇，就驚趕緊閃走。
是啊，当人看见危险的事物的时，通常拢会闪走，这是正常的，嘛是人的软弱。煞接上帝却甲摩西讲：伸手抓蛇的尾溜，摩西就伸手去抓，蛇就伫伊的手里变做乖啊。伸手去抓蛇的尾溜，各位，正确抓蛇的方法，一定是爱先压制蛇的头，安尼才袂伫抓蛇的时，你摕尾溜，伊对头挖过来甲你夹。是啊，当摩西搁一摆顺服上帝，伊用上帝所讲的方法，伸手去抓蛇的尾溜的时，即支羔羊的乖啊，用上帝的方式，搁一摆摕起来时，即支乖啊，就变做无同的乖啊。伊无过是一支普通羔羊人摩西的乖啊，即马即支乖啊，已经变做是上帝的乖啊，是要用来行新约奇事，成就上帝事工的乖啊。各位兄弟姊妹，咱要通过今仔日上帝问摩西的问题，你的手拿啥物？互咱做伙来学习上帝安怎引带摩西，互伊对拒绝、克服惊吓，到伊勇敢顺服回应上帝的呼召，而且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带出有影响力的性命。牧师要分2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爱认捌家己，抓住改变的机会。认捌家己，抓住改变的机会。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乞食，伊向上帝祈祷，望上帝带人完成伊的心愿。上帝就对伊讲：好，我会帮你完成3个心愿。照你讲，这个乞食，伊就提出第一个心愿。伊讲：上帝啊，求你赐我一个未生鲜的阿鲁米瓦。通互我在讨食时会当来缀饭啊！上帝问：安尼你第2个咧？伊想了后就讲：安尼吼，你赐我一个比阿鲁米瓦搁较坚固的stainless碗好啊！最后，上帝问伊：你第3个心愿咧？伊想了想，表情烦恼，回答讲：请你吼赐我一个保温盒啦。免得我讨来饭菜安尼冷去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真清楚甲咱讲，当一个人伊若无改变对家己的看法，就算伊有通改变命运上好的机会，伊也会失落。亲像箴言23章第7节讲。因为伊的心安尼想，伊做人也安尼。各位，摩西伫旷野40年，伊过着照顾羊群的生活。即时，当伊面对上帝呼召的时，摩西伊真有可能足想要对上帝讲：上帝啊，你40年前，当我还阁少年、有气力、有地位的时，以色列人拢无甲我信道，因还阁提笑我诶，讲啥人派你来做阮的审判官？上帝啊，40年后，我老啊，无气力，无地位，现在因是阁较无可能相信我。摩西认为现在家己是啥物拢无，啥物拢毋是。伊无权势，无地位，无资格，无能力。简单讲一句话，伊看家己就根本就是无路用啊！亲爱兄弟姊妹，咱俗语有讲，咱啊买嘛有安那一步踏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第4节
伊讲，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体，逐个机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即则圣经提醒咱，每一个信徒，咱的角色无同，运势无同，但是重要性却不可忽略。亲像身躯的每一个机体，拢是有伊的功能啊。保罗伊就用机体的关系，提醒每一个信徒，你是特别的，伫教会中是真重要的，因为上帝的创造真奇妙，人的身躯的每一个机体，拢是有伊的路用。好亲像我毋知你有听过人埋怨上帝无？上帝啊，你创造这5支手指头啊，有长有短啦，袂要紧。搁伫安那手指头顶悬，搁创造啥物？指甲有无？指甲、指甲。这指甲真正足啰嗦的，对无？有当时有垃圾，搁安那常常爱安那爱加指甲，足麻烦的。各位有麻烦无？当然无麻烦啊，因为上帝袂创造无路用的物件啦。因为安那，咱的手指头若是无指甲，有幼幼细细物件，咱是摕袂起来。好亲像啥物剃衫的尖，咱若是无指甲，就无法度摕起来。所以咱看最麻烦、阁无路用的指甲，嘛是有伊的功能。同款的道理，每一个基督徒，伫上帝角度来，拢是有伊的功能，拢应该爱欢喜回应上帝的呼召。请记得，上帝看重每一个信徒。毋通掠家己做掠家己做一个是无学过的、学问无真济资财、无地位的人。所以我对上帝来讲，我拢无路用，我也无法度通替上帝做啥物代志。各位爱知，咱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回来，也就是讲，咱拢是上帝用当价赎回的囝儿。所以毋通搁讲传福音的事工顶悬，或者是参加主日礼拜、小组团契聚会、诗班、主日学、祈祷会等等，兼我一个人有啥物关系？兼我一个人传福音，兼我一个人侍奉，兼我一个人奉献，兼我一个人参与，哪有啥物关系？亲爱兄弟姊妹，牧师要搁一摆来提醒大家，咱对咱家己的看法爱改变，咱对咱家己的看法爱改变，咱就转到上帝的眼光来看家己，甲咱隔壁兄弟讲，你是特别的。是啊，你是上帝用当价赎回的。你就是上帝特别拣选去传福音、报好消息的器具。以赛亚书43章18、19、19节，耶和华伊安尼讲：你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大地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工课。是啊，上帝是创造新的事的上帝，是伫欠缺中守事丰盛稳定的上帝。咱除了认捌家己是有限以外，咱搁较爱掠条上帝互咱改变性命的机会，互咱加做上帝宣告拼图中的一份子。第二，就是爱信任上帝，勇敢顺服来回应。信任上帝，勇敢顺服来回应。摩西伊是各样的，各样人常常摕伫手里的物件，
就是羔羊的乖啊。因上直接、上自然的动作，就是手摕着迄支羔羊的乖啊。摩西真有可能，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伊的手呢摕着一支乖啊。上帝当然嘛知影摩西手里摕的是羔羊的乖啊。既然知，为什么上帝还阁要问摩西，你的手拿啥物呢？牧师想，是因为摩西抓做家己啥物拢无，家己啥物拢袂晓，所以上帝要提醒伊，互伊毋那只是看到伊有诶，阁较爱伊看到，当伊对上帝全然信任，知影家己是甲上帝徛伫同一边诶时，伊就啥物拢有啊！各位兄弟姊妹，上帝使用咱诶时，伊通常拢是用咱本身有诶物件，毋是咱本身无诶物件。什么是咱本身有诶物件咧？就是咱坐落来较熬做诶，还是搁较熬诶所在，遐特别容易上手啊很容易特别容易去做诶遮诶代志。也就是咱所讲诶，上帝互咱诶恩赐，或者是才能。大心爱知，上帝是授予恩赐互人诶上帝。上帝互人恩赐或者是才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为着互人得到好处。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讲，信心伫逐人诶心就显明诶，是要互大家得到利益。第二个就是为着要建立基督的身躯，也就是教会。恩赐的目的，以弗所书第4章12节有甲咱讲，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子民，通做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体。上帝授予恩赐才能，互每一个人，是要互人假做一个有路用的人。通运用所授予的恩赐才能来侍奉上帝，甲祝福周围的人。也就是讲，上帝授予恩赐才能，互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造就个人；第二个就是要建立教会。所以，咱应当将家己的恩赐才能用伫上帝交托咱所要做的代志顶悬，互咱知，咱是甲上帝同一阵线，咱是甲上帝做伙完成事工。第二，上帝是授予恩赐才能互人的上帝。上帝过去会当，现在伊嘛当，将来伊有完为。当上帝呼召摩西承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摩西伊对上帝讲：“上帝啊，请毋好派我哦，我毋是敖讲话的人。你甲你的仆人讲话了后，我嘛是安尼，我是喙齿钝的人。”上主对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什么人互人袂讲话、袂听见？目金也是失明，兼毋是我上主，但你着去，我要使你口才，要教你讲你着讲的话。”对安尼人通知，恩赐的得到，虽然有的时阵是与生俱来，但是真侪时阵是伫咱伫服侍上帝时，上帝知影你的需要，佫会授予佫较侪恩赐互你。牧师伫小组的中间看到真侪即款的例，有侪兄弟姊妹，因参与伫小组的时，一开始就是做完，要请讲你来讲几句话，你来分享，讲千万毋好叫我，爱因开喙分享，拢毋敢。
但是当伊参与久啊，当伊愿意接受邀请来分享，或者是带领诗歌敬拜时，一开始无的确会催缩，但是只要愿意继续分享开嘴，或者是加带领几摆诗歌敬拜了后，就会一摆比一摆搁较顺，搁较流利。伊本身就进步足侪，也互小组的聚会带来侪感动。所以牧师体会到，第一，上帝是欢喜手持文书才能予人的上帝；第二，虽然咱的才能文书无够，若是抱着谦卑学习的心，愿意献予上帝来使用的时，上帝必定会加倍收赐搁较侪文书予你。亲爱兄弟姊妹，什么是你手拿的乖啊？什么是你的手拿的乖啊？是一个怜悯人的心，是一双温暖的手甲轻快的脚，还是讲一个亲切的笑容，还是一支插火的家刀，还是一支真熬写的笔？亲爱兄弟姊妹，你的生命中是啥物？你感觉上普通，你感觉上轻松去做的，但是却是互你忽略的能力甲资源的。请会记得，伫你的手里拿的迄支拐啊，毋那是你的拐啊，伊搁较是上帝的拐啊。你若肯将你的手里拿的拐啊，用伫上帝交托你的代志顶悬，互伊诚做上帝乖啊！为着上帝来传福音，为着上帝带领诗歌，为着上帝关怀别人，为着上帝来插花。请注意，当咱若对上帝全然信任，知影家己是甲上帝徛斗阵的时，咱的文书也必然会哪使用就哪丰富，咱的生命就会亲像一丛在地溪边的树同款，会当照时来为上帝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的名。各位兄弟姊妹，做一个基督徒一定爱知影，传福音是主耶稣搁活就体正正，互咱每一个人的一个大使命。亲像保罗，伊伫罗马书第1章14节讲，无论什么款人，开化还是未开化的，有智慧的还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咱上联教会礼拜堂头前即块圣坛道前，有一块艾欧那石。这是咱现在这栋上联教会大楼落成献堂的时，民有的牧师送予咱的教会一块艾欧那修道院礼拜堂的圣坛道的石头来做礼物。伊毋望上联教会会当诚做亲像英国艾欧那修道院，通过信徒的宣告，互福音紧传遍伫全岛，甚至是全国同款，会当诚做台湾宣教的教会。咱的第一任的主任牧师陈启准牧师，伊深深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实在是真大，所以伫献堂的时讲，上联教会起造这栋大楼，银行借了真侪钱。这个债务是容易性的，总是咱所欠传福音的债、救灵魂的债，甲欠上帝的债，这是还袂了的债，这也是阳光的债。愿咱的大楼奉献予上帝，诚做传福音、救灵魂、行福音的债的用途。传福音毋是靠着一个人单打独斗，是爱用小组团契，是用团队服侍，
做伙用关系报道的方式去带领甲关怀咱的福音朋友。团队传福音的价值，在伫伊的亲像教母、挂彩纸啊同款，会不断来感染、扩大、产生效果。连家恩弟兄，伊有写一本书，叫做《给我10万个灵魂》。内面有一段话，深深感动我。伊讲：你可以觉得自己很平凡，你可以认为自己不配、无法胜任，但是只要你愿意，布道家就是你。那位在你里面的上帝，如同放在瓦器里的宝贝，透过你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你自己。亲爱兄弟姊妹，请你备办好你的心，当上帝差遣你、呼召你起来传福音的时，爱知这是上帝给你的本分甲责任，也是上帝给你的机会，就甘心乐意将家己摆咧给上帝，将福音传给遐个还未认捌耶稣的人，互搁较侪人也会当因为听见福音来相信，因为相信福音来得救。伫每一日的生活中，互接触你的人，拢会刻薄得到福音，拢会当因为你来得到上帝的祝福。最后，牧师要用几啊年前捌看伫教会公报内面的一篇文章《礼拜堂里的蜡像》来甲大家分享。故事是安尼：伫礼拜堂教会的走廊，有一天加了一幅图，这幅图的描写着主日礼拜情景。礼拜堂内人山人海，大家聚集做伙迄个画面。总是不知名的作者，伊将这幅图的标题号做《礼拜堂的蜡像》。看到标题，侪会友拢皱眉头，感觉这个标题无适合，所以就建议牧师将这幅图定性号名做《礼拜堂的荣光》，礼拜堂的荣光，或者是亲像顶礼拜蔡牧师的讲道题目《荣耀的圣殿，荣耀的圣殿》，来显明礼拜堂的荣耀。就是牧师顺着会友的意思，要改变标题时，有一个白头毛的老阿伯，下昏的时拿着拐啊，慢慢行入礼拜堂，点点徛伫还未改换标题的图的面前。牧师看到老阿伯就热情来招呼，老阿伯看到牧师，微微笑，用平静的口气讲：“我听讲这幅图要改题目啊。”牧师应讲：“是啊，因为这会友拢认为迄个标题甲图无合啦。”老阿伯笑笑继续讲：“你感觉因拢有对内心疼上帝吗？”老阿伯向问，牧师有淡薄仔毋知影安怎回答，就讲：“应该我休息啦。”你感觉因有疼人亲像家己，真正将教会兄弟姊妹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嘛？讲真的啦，其实真困难的，阮还阁拢在认真地学习的。你感觉因有热心地服侍，自动自发来接受差遣，来参与伫教会逐项事工吗？哎哟，你嘛知影，现代人拢足无用的呢。教会服侍毋是生活的全部啦。
你感觉因有受到信心感动，甘愿一世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嘛？这毋是每一个人吼，拢有好的文书啊，所以吼，牧师老唱歌，名也唱袂出来。你感觉因甘愿为着家己的信仰，排十字架，行苦路，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嘛？牧师点点，你感觉因每一个主日来礼拜堂敬拜上帝，转去了后有好好啊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吗？牧师犹原无回答。恁感觉因伫礼拜堂内呼求上帝的名，高举得胜的大旗，表现出无比的信心。但是离开聚会了后呢，牧师毋知影要讲啥物。我重新讲问一摆，你感觉因有对内心疼上帝吗？牧师点点无出声。我重新讲问一摆，你感觉因有疼人？亲像疼家己，真正将上帝兄弟姊妹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嘛？牧师犹原点点。好，既然身躯无有灵魂是死的，安尼信心无有行为也是死的。当人一旦无了魂甲灵，也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好行为。请问你，因聚集伫礼拜堂内，是毋是亲像？这时的牧师吐了一口气，煞接讲：礼拜堂的蜡像。文章的最后写着：老阿伯面。对头到尾拢是微微啊笑。伊越过身，慢慢啊离开教会。甲牧师过世的时，伊留落一句话，伊讲：这幅图是我画的。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咱双连教会宣告主日。我相信咱拢毋是礼拜堂里的蜡像。保罗讲：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我是奉命在传，我若无传，就有灾祸。亲兄弟姊妹，传福音是基督徒的本质。传福音是基督徒的本质。今仔日的圣经也甲咱讲，上帝问摩西：你的手拿啥物？同款，今仔日上帝这个时阵，也要问咱所有的人：你的手拿啥物？你的手拿啥物？咱毋通只是做一个传扬福音的旁观者，应当爱提起你手里所有的一切来付出行动，因为上帝要用你，伫你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款式甲香味，发挥出好的影响力。伫生活中爱找机会，咱厝里的人，咱的亲戚朋友，咱的厝边同事同学，咱的客户，来做美好的见证，而且爱传福音。引带搁较侪失丧的灵魂来到上帝面前，互上帝来得着因。咱做伙来祈祷。听完的主上帝，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搁一摆将家己献就互你。主，阮知你会使用阮所有的。主啊，毋若安尼，
你个会温上加温，日上加日的加体伫阮的生命中。主，恳求你帮助阮，加做一个传扬福音的器具，无论到倒位，拢会当将你的疼、你的恩典通过阮，互阮周围的人。主，恳求你来使用阮，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位起立，咱来吟圣诗308首，圣诗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请咱来吟全首。请坐。这时阵，请咱准备来奉献。
请咱起立，咱来做奉献的感谢。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也阁会当伫你的圣会来调见你。当阮要用金钱、阮的时间、阮的才调奉献伫你的面前，愿你来圣化，做你圣工的路用。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事项，本周日是咱教会所定宣告主日。请咱兄弟共同关心教会各项的宣告事项。请咱大家一当实际来参与伫迄个中间，毋是伫边仔甲因加油吼。咱每一个人拢来参与伫迄中间。透过祈祷，透过奉献，咱做伙来做宣告的工，会当互福音带互每一个人真正平安甲喜乐，以及更较丰盛的生命。咱确定报告说，也要特别举行咱教会书记的国内外宣告团队的车恳甲祝福，愿上帝祝福带领所有的服侍。具体关怀第一，本会会友李永和前执事伫6月12安息主怀，已经伫昨昏举行入念礼拜，要定伫本礼拜6 6月29上午10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参与，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本会会友林正心兄弟就是由素贞姊妹的先生林良汉兄弟的老爸。伫6月15安息主怀，要定伫6月28，即礼拜5上午10点半伫二滨景永楼3楼智美一厅举行入念礼拜。伫7月13上午9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参与，也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陈秀鸾姊妹。咱本会梁君杰兄弟的母亲，伫6月21安息主怀，愿主安慰遗族，也请兄弟关心代祷。再来，请咱掀开咱的第7页，吴伯珍讲义所的特别讲座，伫6月30后主日礼拜4有邀请吴家良教授，伊要来讲台湾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这个特别的讲座。以上报告，请牧师来提见祝福。这是咱要先来看 PPT 加影片。咱第一个就是咱的儿童组的宣告营甲外展营。第二个就是咱青少年因的工作队，要到伫台中港教会。第三个就是咱的青少年要到伫法国来做短宣。咱来看影片。
这是我要来采看这的短宣队队员啦吼，因为因听华语较有，所以我要改做华语来差遣他们吼。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到12节记载，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内兄弟姊妹，这时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也要遵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香莲教会的官兵，差派儿少牧区的短宣队，去宣扬基督的福音，建立并协助当地的教会，造就有心追求基督信仰的人，关心当地的社会，来荣耀上帝。这时候，照教会的礼仪，差遣你们去做宣扬福音的职分。此时，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誓约。我要问你们，你们来回答。你们现在要领受短宣队的职分及圣工，你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是。要为着完成宣教的使命，你们愿意谦卑顺服、尽忠职守，彼此配搭合作，来配合当地的教会完成使命，尽力于上帝所交托你们的事工吗？愿意。这时咱要做伙为着这短宣队的孩子们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此刻我们为着儿少牧区的短宣成员们摆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你就来建造他们，使用他们。主，特别在暑期的短宣队当中，让他们真的是再一次学习放下自己，愿意被神来使用。主，在短宣队的短宣的其中，主啊，也许他们会遇到困难，主，我们求你赐给他们坚定的信心，让他们彼此能够互相的合作，来完成神交托他们手中所有的一切。主，特别保守他们在短宣的这段期间当中，有着健康的身体。主，你来赐福他们，也赐下他们属天的智慧，在与当地的教会一起服侍的时候，有神你的恩典应许大大的充满在他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你就来差派他们，使用他们，祝福他们的一生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主，我们把短宣队的每一个成员一一交在你的手里，不论他们是在国内是在国外，神你都大大的赐福保守他们出入平安，有神的看顾，有神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要宣告，短宣队的成员们，你们已经表明心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的权柄，设立你们为短宣队。如今你们可以平安前往，但要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忠心上帝的圣工，致力兴旺上帝的国度。阿们。好，这时候请你们向后转。我们咱有三队人吼。第一排好，第一排是咱的儿童组，儿童组他们有宣教营，还有外展的事工。第二排是工作队，儿少牧区的工作队，第三排是法国短宣队，咱阁一摆来求上帝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好，来，谢谢，好，可以。煞者我要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吼。第一位是陈淑纯姊妹，陈淑纯姊妹，来伫上后壁是美琴的妹妹啦咱欢迎伊欢迎好，请坐，请坐。第二位是于俊豪的全家伊是罗马二班的学生于俊豪兄弟的全家咱欢迎伊。
伊嘛是来马来西亚旅行吼。等下咱有新朋友的接待吼，请咱会当甲因做伙来到咱的接待室。我毋知影还有咱中间无写着留名卡的，第一个甲咱做伙敬拜的新朋友无？无好。即是咱做伙来牧语还有一点，即马就会当摕手机啊。顶礼拜蔡牧师嘛有讲吼，就是摕礼拜中只有即个时阵，咱一个来就会当伫咱的座位头前，有一个扫描 QR code， 也是讲咱的礼拜的咱的周报内底嘛有一个 QR code， 咱若会当扫描的是，请咱尽量扫描，安尼互牧师知影最近啥物人无来，会当来主动来关心大家，请大家会当互相配合一下。好，即时咱要来做牧友代祷。天父，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恩典，互阮每一工拢互你引带。主啊，阮感谢你伫主日的礼拜，阮会当来敬拜你。阮即时要为着有身躯有病痛兄弟姊妹摆咧伫你的手。恳求你来医治保守因，互因伫病痛的中间无孤单，知影主，阁济兄弟姊妹用祈祷的手来甲因扶持。主，我嘛要为着厝里的有人逝世的兄弟姊妹摆咧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安慰因。主啊，恳求你来保守看顾因的家庭，也得到上帝你的安慰甲引带。主，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阮的国家交托仰望伫主的手，恳求上帝引带带领，互阮的教会真正是会当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互济人来到教会中，互上帝你来得着。主啊，也互阮每一个人真正是会当诚做传福音的器具，转到阮的厝里，互主你来使用。主，阮恳求你祝福阮教会每一个分堂，拢会当诚做福音的出口。主啊，也恳求你祝福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灵魂体得到健康，互主你来使用。阮阁一概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主的手，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阵要来吟散会诗，神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咱起立来吟。恁着摕着恁的拐仔，转到恁的厝，为主做水的见证，诚做传福音的器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听叹、信心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坐，密道下温，共受切恳。